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7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7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7节，就是解说甲有情来下种，因地各还生。无情既无种，无性又无生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一面。一面就是左后月，释达摩大师初来出道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意，以为信体。代代相传，法即以心传心，改令自我自改，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乎本心，以为正断，只念不传，若传此意，明如现实，逆是缩去。向人害你，慧能客月向心持去，作因方怀即止，离会即终。慧能三经领得一半，因令本是南中人，所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工巧？我作月，你不思有，我自送你。咱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解说这道理。这就是在行由其中所分来第10段。第10段就是讲慧能伊来接受衣钵了呢，就向南方去啦。左后月。就是讲五祖啊，在前面开始这道理了，又继续啦，搁再来开始慧能大师。咱因为该开始咧，讲释达摩大师初来出道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意，以为信体。讲过去。达摩祖师就是讲这个达摩祖师啊，初呢来咱中国，安尼叫做初来出道。人未之信，就是讲一般的人啊，对于无迄个信心。讲是无迄个信心呢？因为达摩祖师伊是从印度来，也印度伊是属于第28代祖。第28代祖是毋是才是第28代祖呢？人啊，对无迄个信心，因为是无迄个信心呢，故传此意，所以啦，才传这个意啦。这个意呢，就是啊。袈裟，以为信体，就是自这个呢来作为信体，所以叫做讲做信体呢，应该是一种的信物。这个信物就是讲表示一种的使人相信的一种的证物，就是讲物件证据。意思呢，就是讲。达摩祖师确实实啦，在印度是属于第28代祖，来到咱中国作为第1代祖，也自这个意呢，给传落去，作为一个信体，代代相信。以后就由2祖传给3祖，3祖传给4祖，4祖呢来传给5祖。一代一代啊，就是互相来
照安尼来继续来甲传落去，这名叫做讲做代代相信。传这个医作为信体，对这个问题，譬如讲咱现出时，咱受戒，到底你是毋是有受戒？一直是对受戒，也共款呢，以这个医啊来作为信体。当然，咱现出时要来买这个袈裟，有真正侪人伫咧做海青啦，伫做皮衣啦。要买啊，随便都当买。毋过呢，一个团结法会上主所准备的布、所做的袈裟呢，不一定完全共款。所以，譬如讲，问你伫对受戒，你讲啊，我都伫某某所在受戒。啊，你伫某某所在受戒，你有啥物款的信物无？就是讲你有啥物款的证据？讲有啊。在戒期中，要适中，要拔，要皮衣。啊，这个适中当然要迄个名伫咧啦。讲这就是某某一经是团戒会的适中。一般的拔嘛是共款，拢安那有写讲是某某是的团戒会。甚至呢话啊。有信徒寄付，连倒一个信徒布施寄付都写落去，啊，将呢烧灰的时阵，顺啊甲烧起来，永远袂落掉。啊，皮衣呢，在一件事团戒会中，皮衣的布一定是不共款。那这就是一种信物啦，这就是定义者所讲的信体，就是讲，互人会当相信，你有一个物件。那是以法律上的名词，叫做讲做物证，就是讲物件证据。有这个物件证据，可能当来相信，这就是信体意思。对这个信体，我搁再想起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除非是这个物件以外，但是这个物件不要拿来用，你会晓去用，这嘛是一种信体，因为用法啦。不一定讲完全共款，就以咱现做是台湾团结来讲就好。批衣的批法，或者是讲海青的技法等等，也不一定讲完全非常的统一。当然，过去我对我的戒师所学的，我现做是传予我的戒主的，这当然是共款啦。那就是讲过去戒师是安怎样教我安尼学了，现在是就以安尼咧来传予我的戒主。那呢问讲啊，你伫对受戒？啊，你的大师是啥物人？你若甲讲啊，我大师都啥物人啊？啊，你大师是啥物人？啊，你甲伊学的皮衣啦、记海青，你啥人要记法？记者我看卖。甲恁讲若是资料共款，安尼无对。甲恁讲资料无共款，你这有问题啊！伊记海青，或者是讲记皮，毋是即个记法啦。安尼你讲，你的大师是啥物人？这可能就有一个问题。在差不多20几年前，伫美国有一个真少岁的美国人来咱中华民国来接受BQ戒。迄当时阵就是由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胜立法师啊。将戒来传开，也迄当阵来教这个真正年轻的美国这位出去人，就是由我来担当啦，来甲伊教。甲伊教的时阵，这个美国人呢，伊较有迄个研究心，较有好奇心，伊就透过翻译就问我啦，讲老师啊，啊你教我批安尼批，也海青安尼记。为什么一定都安尼批，一定都安尼记啊？敢无其他的方法是毋是？迄阵我就甲伊讲，咱中国现在是伫用批衣的批法，这呢，甲旧个时代批衣的批法不同。若是
世尊所披依的迄个方法，应该现在是南传的佛教、泰国啦、锡兰、缅甸，因迄个披依的批法呢，是应该佛陀的时代是安尼批法才对。但是这个依摕到咱中国了后，有小可再改变过，就是属于中国式的披依。那日本式的披依当然伊个是不同咯。当然是对这个披依的方法，这是我教你。那就是讲，你若是后摆会晓照那披，人问你讲你是对受戒，啥物人教你？你会晓披呢，那就相信讲这是某某人教你，因为伊的教法就是安尼。海清嘛是共款啦。当然海清除非我教你治这个方法以外，还佫有甲这无共款的治法。毋过你是伫我的所在学的啊，我教你就是安尼。你以后若问你讲你伫对受戒，讲我伫中华民国、台湾，我伫介绍啥物人，啥物人教你的规矩，也讲就是净心法师。那净心法师教你，你的这个海清是哪样治法？甲恁讲你若是教我治的无共，那就人袂甲你相信讲这是我教你的咯。这是我教你的一种的证据。安尼知啦。美国人就是遮尔正好奇，遮尔正爱研究。一项代志，伊就去想讲除非这以外，搞无别款的方法是毋是？别款的方法毋是无啊。海清，嘛有几落种的治法，披依要披要治，嘛是有小可无共款啦。那这就是讲，你是啥物人教你？你爱学解共款，这就变成是一种证据，就是一种信物。这是讲这个信物的所在啦。讲到遮来，咱就了解什么叫做信体。那这个代代相信啊，就是对达摩祖师以后一代一代来传衣钵。讲法即依心传心，改令自我自改。那在前面所讲呢，这是依啊，只是表示一种的信。就是讲，使人有相信讲你才是得到这个法义啦。依然是佛法的本身呢，应该是依心传心。所以叫做讲做依心传心，应该是叫做依心印心啦。依心印心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讲，做道的人呢，会当回来体会师父的心。会当好了解师父心中之意，所以才讲做改令自我自改，拢是使令自己呢会当好悟，自己呢会当好来了解。像前面慧能大师，伊在精密经也五祖入面，问讲你米熟未啊？伊讲熟都熟啊，还有欠人刣啊。那才有这款的。这拢是一种的以心会心的话。五祖呢，将伊的迄个拐啊，对迄个骹对遐个讲晒，慧能就会当回来体会伊的意思。三家呢，要来去找五祖，这拢是以心印心，以心会心。即马搁再甲伊讲金刚经。讲到《金刚经》的第10分，就是庄严净土分。讲到这个庄严净土分，应无所作而生其心。伊讲安尼你毋免搁再讲过，我已经会当了悟。那这拢是属于自我自改啦。这呢乃是属于内在，是属于心理的。这毋是属于外在，这毋是属于物质的方面。所以才叫做法呢，乃是以心传心。改令自我自改。咱高出世嘅牟尼佛，伊在莲州山上，自迄个火摕起来，互大家看。大家想讲世尊摕即个火是要创啥？大家拢戆戆，拢袂晓来去了解。只有假设尊者有会意，所以就笑者。佛就当众宣布讲：我已经将涅槃的妙心，将这个佛的心印
已经来传互魔教小尊者了。这就是遮所讲的以心传心，属于自我自解。这边讲自古佛为传本体，事事密乎本心。讲自古以来啊，佛甲佛呢只有传本体，而且所讲的本体呢，就是咧指法的本体，就是讲过去一切诸佛，伊伫咧传这个法，只有是传着法的自性本体。也就是讲，是传迄个真理。当伊是呢，事事呢是密乎本心，就是讲事甲事，比如讲，达摩祖师传互二祖慧可大师，二祖传互三祖，这就是一师传一师啦，也是啊，密乎本心。所以讲，就讲密乎本心，这个密。咱毋通甲当作讲是属于秘密的密，安怎讲毋当是属于秘密的密呢？六祖在下面有讲过，所以佢就讲密者是在里边啦。那这个密，甲伊当作讲这是不可见的物件，除非是师徒传授因两个啊，以心印心会当互了解以外，无人会当了解。这个名叫做讲做密乎。所以啊，在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密乎本心呢，乃是一种以心印心，师父的心意，徒弟会当好来体会，这个就是一种的密乎本心。咱即马讲到这个所在呢，我爱回头倒转来甲咱各位做一个说明。那就是在第六页迄个所在，有伫咧讲五祖啊，用袈裟来甲围起来，无互人看，那将金刚经来传开。尤其是在这个所在，搁再讲是事事密乎本心，所以呢，有一类的护佛法的外道啊，就以这个道理来做伊秘密传教的依据啊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佛法应当是爱秘密传。那咧讲法呢，就是完全错误。安尼讲完全错误呢，在前面五祖弘忍大师以这个袈裟给围起来，无互人看到。伫内面啊，来对慧能大师讲金刚经，这呢乃是因为啊，五祖要传互六祖迄个时阵，毋卖互时来才会大众知。这在前面我一再讲过。虽然是讲学佛修行，在未明心见性以前，未转换成性以前啊，每一个人还搁在凡夫心。有这个凡夫心，就是讲贪嗔痴烦恼未断，所以结果呢，就名利心啦。要有这个名利心，去用得到，名利去用得到，咱得不到迄个所在就放不下。放不下可能就惹出祸端。五祖呢，就是惊有这个祸端，所以呢，正将迄个袈裟给压起来，传法互六祖，并毋是讲传法呢必须爱无互人知，毋是这个意思，毋是惊人知，惊人知就是讲毋卖互有这个祸端去。咱现出时伫咧传法呢。就毋是讲将迄个袈裟给围起来，也毋是讲透命来去传。咱现主是伫咧传法，也法主伫咧接法，拢是在二时头，大部分是在上午时阵。而且呢，搁再爱邀请真正一诸山长老来做证明，因为一个法师要将法来传互法主，这是一个真正慎重的代志，必须爱。请真正侪诸山长老啊，来证明讲，确确实实，无时阵无一个法师有将法来传互迄个法主，所以应该这个法的传，应该是一种的公开，应该呢，毋是一种的密传。那为什么护佛法的外道，以传法
安尼压压角角咧，这就是因为治安机关要甲处理，变成讲毋是一个正式的宗教，变成一种秘密的集会，也有治安机关要甲处理，所以变成讲堂也无一个固定的所在。今仔日可能是伫遮集会，后回咧都搁通知你另外一个场所去集会。那么，伊这是要来多撇法律责任。也讲较好听，讲法应该就是安尼传啦。较早五祖传了六祖慧能大师嘛是安尼传啦。事实上完全不同。尤其是对于这个事事密户本身，这呢也互富户头来外多利用。怎样利用法呢？伊即马传一句名叫做无字真经。事实上叫做无字真经者。实在讲起来是无结达三个字，实在是真浅的物件，也毋是啥物款的高深的佛法。确实叫你讲你这我传互你尔，你就袂使你国家传出去，袂使有别人知影。这变成讲密传啦。那伫遮所讲的这个事密户本身嘛，这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既然叫做密户本身，乃是心甲心的相应。心甲心的互相的体会，绝对毋是讲将一句啥物秘密真言来传回，并毋是安尼。这完全是不同，咱必须该了解会清楚。像讲初祖达摩祖师，伊来度二祖慧可大师迄个时阵，这在前面我已经讲了。迄当阵二祖。将手给扑落来，心呢非常的乱，叫达摩祖师讲：“祖师请你甲安心啦，我心不安。”迄当阵达摩祖师讲：“你心摕来，我甲你安啦。”哇！二祖呢赶紧要摕心，但是找来找去找无，就甲伊讲找无心嘛。伊讲我已经甲你安好啊，安尼伊就悟啦。迄就是事密户本身。就是在一问一答迄个所在已经了悟，在了悟迄个所在就是将法传回，并毋是讲来用一句啥物款的语言来传回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叫做有一个啥物语义来传回，那这都毋是密啦，变成讲有迄个物件，有迄个文字所传。那这变成一种有形象过去在家界这个在家教内底有一个量化派，也有先天啦、金堂。当然，先天金堂这我是不了解，但是量化伊伫咧过公堂，我那是采取六祖者以这个袈裟者为不能人见这个方法。也来去伫咧传，当时呢，也采取这个事密户本身，也去传一句伊的迄个名叫做袂使你讲的迄个密语啦。那事实上，这实是无啥物款的意义。比如讲，量化伫咧过工场，等于是咱咱这个空文伫咧传介共款。这个过工场由这个太空。来甲点导，甲点导迄个时阵就将迄个要接受点导的人，将内底甲牵出来，也结果呢，迄个大殿的所在，从暗面蒙，可能看袂到，即马甲点导，手甲写，那我都已经点导好，即马都附一支迄个无字心经。那事实上，佮讲无字心经嘛是有语言毋是无语言的物件。叫你讲，你袂使讲出来，也袂使写出来。你若写出来呢，赶紧爱该步步吞落去。要若无，听伊讲，你写出来这个纸，你若是讲去互鸟鼠加去，哇，变成一个老式秘密了，就变成很严重。当然，量化若是约佛教讲起来，只是种在家佛教。在家佛教讲起来，伊只是提倡在家佛教，却
无啥物脱离了佛教的本质。我拄则所讲，迄个佛法的外道，那完全不同。迄已经脱离了佛法呢，是108000里。当然，甲这个量化佛教又搁再袂当互比了。不过我在这个所在来甲咱各位说明，就是讲过去五祖以法传六祖，以袈裟遮为不能人格，乃是强行升起是非争端。那这个事实密法本身呢，乃是一种以心印心，并毋是讲来传一个无字心经法。假如讲做道地人，伊若是无到迄个程度，袂当好来体会师长的用意，安尼这个法传袂过，因为心甲心袂当沟通，心甲心袂当沟通，迄个所在，这个法就无法度传出去。所以佛法呢是贵在心的相应。最虔诚听讲，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